谢你高兴，这个有名的建筑，你大排都第一天是红看到呢。Architecture in the world， 真的是超厉害的。对呀，Sydney Opera， 真的。哎，你看 Architecture， 你看，再加上蓝天、大桥、飞机，哎，拍照。来了呀，都要来 ，keep 香。OK， 好，换你。来， 1、2、3，哇，棒100分！哎，我们来自拍一下。也太多人了吧！哎，这顺的呀，欢迎啊，你听哈。人呢？你是没有办法近距离看到他吗？你该不会想游过去吧？没有打这个打算。好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可以近距离看它，好不好？用走的就可以走得到喽。我们要这样嘿妹，一定要感受一下，好不好？走，这个有名的建筑。Sydney Opera House is the famous architecture in the world。胜利高雅宴，还是个有名的建筑，记得吗？跨年的时候。鸦片5、4、3、2、1，哈达！哦，如果我们可以来这边表演的话，多棒啊！今年好不好？你来，我当你的经纪人。Really， 加油！哎，唱个歌，唱个歌。上雪梨歌剧院的舞台，在歌剧院，拜托唱个歌。我係天台嘅客家人，世界嘅客家人，我要豐富又精彩嘅客家文化哟。现在算在宣传吗？大家全部翻过来看我啊！哈哈！哎呀，秋铁宣传因为整个年铁看人呢。哦，那我们要这边开课 ，Ready go！ 哎，我要开课 Ready go！ 跟大家说我们要卖东西。对，不要再玩了。说到卖东西，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？请地方卖东西。这边人很多，这边人很多，还不错呢。这边哦，系啊，是个有名的建筑。第二个考虑。Sydney Opera House is the famous architecture in the world。谢里高跳烟是世界有名的建筑。我觉得在这边拍照太幸福了。哇哈哈哈哈哈！